来继续来看中营集团去年分家伙本地兄弟的共识，是由老大张国华来换海运，老三张国正来换航空。但是最近佫开始咧乱咯，先受小股东，佫这个中营海运违反证交法。这个案件律师就是上细汉的小弟张国伟的人马，所以外界认为告这个动作是针对着大兄张国华。张国伟嘛痛骂大兄伤过阿爸，这个中营兄弟的战火又佫铺就台面。本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哦，生气归生气啦，总是还是可以好好坐下来嘛。把大想法，大家拢是一口罩。新航空董事长张国伟，2020年回到中营集团代管人民航空，在外界认为本家伙风波特别煞股，张国伟煞过来开战。律师林文平过去嘛是新航空委任律师，代表中营海运股东，搁中营集团大汉囝张国华。这期中营海运利益所送300亿，外界在咧想背后是张国伟对大兄发起斗争。不喜欢看到的就是说，不要由外人来操纵，然后让大家兄弟吵架。过去生气，希望破嘴。张国伟接受平面媒体专访，骂大兄张国华是为阿爸，讲卖资产无先通知阮兄弟遐，发准证信函给大兄，伊嘛无要插，财报嘛无看过，根本唔知影有倒一寡资产，搁免讲举办股东会和董事会。他的财务上似乎有面临的一些压力，因为星宇航空的营运希望快点争取财产继承权落幕的这个动机。媒体前分析，新航空营运张国伟手头敢若真严，我讲想要确认知影讲中营法律规定敢有效。他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迫切的要去确认他手上当初那份张荣发先生的遗嘱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对了张国伟的挑战，老大张国华进前发函被改进小弟张国正姓氏公司的董事长，两人见面的关系嘛出现不顺。中营加上的风波拖烧侪年，兄弟的战火继续铺上底片。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